阮这队当队有赢！有气势哦，好来，咱就擂台。哎，欢迎！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来介绍阮这队的迄个队长啦。好，来。嘿，文启啊来啊啦。文启是介高水的队长安尼啦。好久不见了，就过无见啊。嘿，真的。啊，这两个咧，我弟啊，娶某啊。哎，恭喜你呢！谢谢连秀姐。娶某我今个知，对，啊，就我师妹啦。哦，师妹哦。即摆伊的小号叫做小文。小现在不行了。应该是有啦。这个表情太怪怪。因为无。恭喜，干了嘛？但我要甲你问，你嘛强吗？淡薄啊。安尼下巴缘分安尼就好啊啦。是大红的，迄个啦啦队内底，我咧咧跳舞的红头毛呢。哦。哎，你蛮秀气，哎呦，无啥啦。无音乐吧？无音乐。可以，行嘞。哎，我厉害！袂歹。哇，恁迄边看恁有传承无？哦，是，阮这边吼，其实拢是好朋友。是。啊，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承。哦。哎，欢迎咱的队长当天。好，欢迎。今日在哦，4个哦，3个在，歹势。3个。 4个是因啦，4个。今麦7个时啊，今麦7个时啊，我袂算。今仔早咧3个吼，好朋友，要来赢奖金的。哦。Peggy 是你创啥？我是主持人，你主持人，嘛是英文老师。嘿，哦，英文老师。伊英文错，讲到真正我下去。我跟你讲，这 Peggy 哦，我有偷偷来甲观察，你知道？伊做到伊的影片我拢看过啊。哦，真的？伊台语就我台语话，重点是哦，伊英文哦，伊无去外国学的，无拢，伊讲伊家己学的去台湾。重点是假讲就好啦。对啦。嘿，无你要甲讲这英文无？哎，尬姐，既然节目时间有限，因为英文真正是下面一位啦，是的。后来这首来跳下不稳。对，水壶啦，我今仔是来倒卡出的人，外口落雨嘛，我等下门口徛喺偏好，啊就讲啊，阮欠人啦，就来安尼啦。欠一是客气啊，有一间迄落洗衫店，真水真古水，叫万寿。嘿，是咱台北市尔，伊边嘛有真侪蚊虫哦。对。哦，迄物件拢足古水的哦。洗衫店就对啦。洗衫店，搁是咖啡厅，是咖啡哦。蚊虫，蚊花创意。啊，人家咪使创一个咸酥鸡啊。袂无问题啦。我袂怕你讲无，你什么空咧等你啊？你要个讲落无？你要讲落。好，来，我上来去。哎，我石头，我是迄即场人的导演，对。复兴的团员呐。哦，一个人即摆毋是算呀。哎，歹讲，真正是歹讲。哎，秘密咱袂当讲，商业的秘密咱袂当讲。国主发展呐，不过发展甲袂歹啦。是好，来，继续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抱歉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学台语才有起工，咱的文化就旺旺哦。无唔对啦，学台语哦，咱的文化愈来愈好啦。对，大家知影无？恁来参加真正有100万。是，真正要安怎知影真正是有100万？来，你家。请看。安尼。真的。哎，这样这够好，这真正。我是保全，拢有徛边啊，恁拢无看到。你比赛，我负责保全就好。免，后壁电线直接牵去派出所的。好，真正哦，用心落哦，甲拼落去哦。比赛啊赢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公
台语第8班，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阿雄，经济兵。哦，这个回合哦，美秀有一个答案。是阿雄，我嘛有一个答案。是阮拢总吼，恁只要选到答案，就会使得到1000块，上最会使摕到6000块哦。 6000哦，无你讲生笑哦，记个6000先摕落来对哈。好，来老师，咱写出题。好来，网络顶面即嘛真时惊，烫烫呼噜呼噜，烫烫呼噜噜噜。请问糖葫芦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有答案，还是我的答案是烫烫呼噜呼噜，烫烫呼噜噜噜噜。我的答案是咸酸甜，哦是真简单嘛。啊，伊食落去，内面的物件会咸咸嘛，哦啊外口的糖包起来就甜甜甜嘛，啊食起来就咸酸甜啊，咸酸甜。所以我的答案是咸酸甜。是啊，上这边的答案是李亚签。啊为什么？以前拢是用迄个细粒李啊，招来啊，有无？啊，生了用签啊签起来，所以上以早就叫做李亚签。啊，毋过有卡马豆要叫卡马豆签。还是以前，所以今嘛大部分已经唔是李亚，但是也是称呼这个名李亚签。惯习了就用这个名。是，毋管安那啦，美秀的答案就是咸酸甜。啊，上的答案就是李亚签。好来，两队请选择。哇，美秀，阿雄，来哟，捌听过无？嘿，来，起来，呼噜呼噜，烫呼噜，好来，好来，这边拢是选我的，我即摆来问一个新婚的啦，你谁来选我？你感觉是咸酸甜对唔对？还是我拄则有跳舞，有甲你去应着？无啦，因为阮某讲是咸酸甜，我就讲对，安尼就是咸酸甜。听无水大富贵啦！哎呀，是，啊那这咧，其实我本来就是有受到咸酸甜，因为头你讲的，迄李啊加起来酸的，啊毋过伊就是要甲迄个酸度降低，所以外口会包一个甜的。所以我咧想讲咸酸甜啊，咸酸甜，因为李啊签刚刚是搁另外一个食品的物件，我是安尼感觉啦。啊咸酸，但我想讲咸酸甜，敢会像梅啊安尼，啊因为咱咧李啊内底有时会加迄个加梅啊、蜜饯酱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啊，迄种物件就叫蜜饯，我就拣这个咸酸甜。恁细汉捌食过无？捌食过啦，一定有的啦。咸嘛是代表一种，就是你也爱先泡过，我是先系啊，不是你个咱讲试过。制作的过程。啊，外景主持人的一种迄个惯习嘿。好，唔对，但是讲了嘛是真好，较想要这都是真正安尼处理。但可惜拢是唔对的哈。你知？我嘛唔知啊。来这边上的是，来我问当天。当天。我感觉是李亚签。李亚签。因为我细汉时阵就介意食咸酸甜，啊，我拢甲我妈讲，我要食咸酸甜，啊，我咸酸甜就是国语就是蜜饯的。嘿，一粒。我家己伊个内底啊，你感觉？我嘛是感觉是李亚签呢。系啊，李亚签感觉就是较有迄个。呛起来，有无啊？呛起来一条迄感觉就是应该就是伊啊。因为你若讲咸酸甜，有真侪物件拢是这个口味。啊，毋过你若是讲李亚签，你一想到就是想到这。来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李亚签。来分数，恭喜得了2000了。来，咱听老师的解释。好，来，拄则讲到咸酸甜吼，就是蜜饯啦，吼。好，啊，咱以早这个糖葫芦的，刚刚拄则上哥讲的话，咱是先甲这李啊，甲签做一签，它甲落安那，搁这个糖浆的吼，所以就叫做李啊签，也是李啊糖。啊，因为有的是用迄个椒来啊，吼，就去裹糖糕的，所以嘛有人讲是椒来啊糕，也是椒来啊糖。是，好来，第二题哦，加油哦！今日要加油哦，咱今日促销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食的五
台语阁会当安怎讲？嘿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剪头仔菜。是安那？恁剪头仔摕出来，嘿，有哦，安尼有先五目，嘿有啊焦焦的皮。恁有对迄五目有迄种印象无？有一个焦焦的焦焦，嘿，这嘛是一种菜嘛。是，我的答案是剪头仔菜。啊那阿雄这边叫做听某菜。为什么？大家拢知影有一种菜叫拍某菜嘛，冬鹅。啊，为什么这叫做听某菜？因为这内底营养分真好，食落去吼滋阴补阳呐。啊，有诶，迄个先生看到太太吼伤忝，因为家内事伤济，啊半暝啊搁加班，嘿，所以就买这来，互太太小补一下。哦，感情这样呀？是啊，嘿啊。哦，你讲到我感觉喜起来咧。是，不过唔管哪啦，美秀的答案是剪头仔菜，阿雄的答案是听某菜。好，来两队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遍。汤仔分线红艳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这边有熊啊嘛有秀，吼。来，我先问姐姐，我感觉啥那是镜头啊咧，因为你看伊的目有敢若有关节，目啦，目迄个目啊，焦焦的感觉，了，然后伊安尼转弯斜角，迄种感觉，敢若像迄镜头啊感款。哦，会啦，我要的啦，当天有啦，当天来讲者。我是有想到一个汤，是阮妈妈甲我讲足补的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哦，应该是讲较早，你若是煮这互某食，就是听某。哦，妈妈的话爱听，妈妈的话真正爱听啦。好，不过老师的话咱嘛爱听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听某菜。五步的外表吼，安尼看起来是毋是安尼摆高？啊，毋过是吼一种足有营养的菜色吼，除了会当滋阴补阳，啊，要来听某以外吼，伊的纤维素足悬的，就是纤维素啦吼，啊，食了那较袂闭结，啊，可会当兄茶吼来啉，会当安那清血油、降血糖、搁降血压。来，要上尾一题啊，唔通玩两个骗你哦。上尾2000，吼，上尾2000啊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台东地上有一丛金心母树，足有名的，请问伊是倒一种树啊？你修这边是加东啊？哦，是啥讲加东啊咧？因为啊，以前啊，种田的人多，吼，啊，50年前拢。还未起厝进前拢是嗰落啊田，嘿，拢你人咧种嗰落种菜，啊，伊啥来种迄树？因为遐甲当啊，伊通啊变甲足大丛的，啊，有诶牵牛的啊，吼，要互好落啊，遐做田的伫遐休困，啊，互牛囥喺边嘛较袂遐尔啊，甲别个边嘛较袂遐尔啊热，所以讲吼，我的答案就是甲当啊。啊那阿雄这边我的答案就是青啊。因为吼都是高生团，而且佫好吃啦。你爱凊彩甲掂落，伊就一直发。你嘛捌看过嘛？有种叫大树公，足侪拢是青啊发出来。无唔对，对，啊，咱两个答案其实拢共拢会同。对啊。是，不过到底是甲东啊？啊是青啊咧。好，来两队请选择。必须。阿雄，咱两个就有诚意的。系啊。哦。哎呦。来。问一下，来姐姐，你感觉是甲东啊？我本来想要跟阿松啦，因为较早人古早敢若拢是坐在那个榕树下，对啊，青啊乘凉。啊，不过因为金城武无共款，伊就是爱用甲东啊。来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甲东。哦。来，真侪人若去到台东的地上，拢会去博朗大道去看这丛金心母树吼。啊，这是地上的做事人吴阿木先生，伫1970年代为着安做事人忝要热血凉所种的加冬。啊，这加冬这种树啊，就甲恁拄则讲的无，伊好种啦，啊高大啦，才会当安热所以伫咱台湾路边不时拢会当看到这种树啊。哦，原来哦，好来看一下分数哈。好来看阮这边的。文琪这边即摆分数是3000。哦，啊来，咱寒天的咧。冬天这边有6000哦。好，不要紧，今日咱的第二
佚佗人。正港佚佗人。哎呦，看风景真轻松。是，上个今日要带去倒位佚佗啊？这个回合吼，咱这单元就是用影片带恁来去世界游览，唔那台湾哦，有可能嘛是去外国，甚至吼会使去看无同款的世界，无同款的角度。啊，这回合拢总有4题，一题3000，上济摕到12000块啦。愈来愈济啊！通啊佚佗，我通啊摕奖金哦，吼，所以讲等下若看到影片的时阵，你若知影倒位，你就通啊甲吹去，我已经准备好，我已经准备好，准备好啊，吼，好，来，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哦，刷这个景点呢，真水真特别，伊是咧苗栗的苗栗县的什么大峡谷。哦，什么大峡谷？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所以你拢无去过啊？凊彩，好啦，了解。是啥？这真正有气势大峡谷，你敢知影伫倒位咧？伊是咧苗栗的苗栗县的什么大峡谷？哦，什么大峡谷？两个字哦。来，两个字哦，来，咱请看。看完啦，有够水，结果两个。我两个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所以你拢无去过啊？是，我就是要杀的，我冇就是要杀的。哎，你看了唔着平安呢？你应该是。我是讲你讲讲话你。你嘛是会使个偷看伊来遐你。是。凊彩，好啦，了解。是啥？什么兰呐？卓兰。台语爱讲台语，爱讲台语。卓兰哦，卓兰啊，卓兰罗兰呐，罗兰。什么兰？大峡谷。罗兰呐。罗兰。卓兰呐。你意思是罗水客罗呀？哦，卓啦。罗兰。来，老师，罗兰对唔对？真歹念。哎呀，伊唔是迄个罗啦。是。那目睭疼。是，好来，不要紧。来，我你。等你讲。我是倒兰水。倒兰。好，来，老师。倒兰对唔对？对去。你较歹念吼，你念倒兰、打兰拢会使吼，打兰嘛会使吼。啊，这峡谷咱若较口语会当讲坑谷还是山谷啦吼。啊，这个倒兰大峡谷就是大安溪大山谷，伊伫苗栗的倒兰甲台中当时的界界，迄块地的大安溪溪底就是河床啦吼。啊，因为九二大地震甲风台做大水。啊，迄串楼甲规个啥，这个溪底全甲切做两边，啊，全出现这种咱台湾足罕见的啥，这种山谷的景观，吼，啊，伊规个山谷哦，差不多有300多公尺遐长，啊，深度有10几公尺，有机会咱去看卖啊！哎，爱搁较加油，嘿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好，会记哦，等下哦，看到啥就紧日甲冲去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今日去倒位佚佗。是的，刷到这影片内底吼，爱请恁讲出咱这个景点是台湾的什么人？哦，什么能蛋？啊，什么蛋？哦，老师甲恁提示啊。什么蛋？哦，老师上1分啊。好，来，咱先请看。
边仔红红的国父纪念馆啊。哎，唔通我出代志啊，我出代志啊。卖巴肚就好这。个阮啦啦队会去遐跳，听着，倒位？台湾的台北大姑娘，蛋。台北大姑蛋，台北大巨蛋。好，来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恭喜！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3金咯！好来，咱来请老师解释。好，咱要讲大鸡蛋、大巨蛋拢会使哈。是这个台北的大鸡蛋呢，咱等20几档，伊才孵出来，是还足无简单的哈。好，啊，伊是咱台湾上大多功能的体育馆哈，会当坐4万的观众。啊，即摆已经伫遐办过这篮球甲野球的比赛啊，哈。啊，刷来阁有真侪咱出名的歌手，拢想要哪手头香去遐办演唱会。对啦，哇，20几档呢？屁事啊，屁事！是啊讲，哦，当只皮好嘛。你去表演，呢？美专的啦。嘿，没转的，耶！赞！好，今嘛分数才差几分尔？哦，差3金了。 3千了。好，来咱今日换人。其实哦，今嘛咱这2位拢是头家，头家人啊。嘿，今嘛迄落姐姐已经甲迄落咸酥鸡嘿拢互伊换，嘿，啊咱嘛换一间洗衫店，文创店。文创嘿，啊。 其实吼，因文创对无？对啊。这边嘛了有文创哦，阮有出小迄落身边的一寡小产品，加高水的产品哦。厉害！有啥物产品？有四修啊。有四修啊哦！我迄天有食到什么？鸡皮饼。为什么我无食到？无哦，因为无诶，我甲你讲，这是送我食，你知道？詹国成。 詹国成先生，嘿，先摆互我食的哦。有。啊，阮三个公家呢，迄个应该知影啦。这个等下私底下处理啦。细修啦。细修啊！修条，你讲细修吗？讲细修吗？细修哦，细修啊，伊讲细修啦，细修啦，金两三四哈。好来。 先莫讲啊，先来去佚佗哦。好，来上个咱今日要去倒去佚佗。哦，刷落来这影片要带咱来去台中啦。请问恁看嘛，这是台中的什么公园？哦，台中的什么公园哦。好来，咱请看。哦，真大呢哦。来，去公园啊。弟弟。台中中港公园，中公园公园，公园，田中的中，是，念法应该搁想者。中央吗？哦，中央，较大声你无听到。中央公园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中央公园对唔对？音差一点啊。哎呀，甲变调者。 变调者，老师给我一次机会。中央公园，老师对不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你的机会来，是，好来，你要继续看还是要落啊？先看完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 好来，这看勇是对的，勇是对的啦。哦，勇是对的哦。啊是勇这观音、假音，还是安怎鬼？嘿，你头讲中庸嘛吼。嘿，中庸，中庸，老师中庸公园对唔对？安尼嘛歹势呢。啊，这个音啦，不要紧，老师来解释就知影吼。来，老师在哪里啊？叫做台中的中央公园。中央啦，中央，可比重阳节的中央就无同。中央公园哈。好来，这个
公园是一个足大的生态公园吼。咱来台北有去过大安森林公园，你是毋是感觉足大？对。伊偌大，你毋知伊有67公顷遐大，是大安森林公园2倍半。哇，2倍半！哎，这公园哦真特别，伊种足侪树啊，有万几丛的树啊，啊，佮有说啥？太阳能板啦吼，啊，佮有智慧路灯吼，会当省电，啊，佮甲水回收，佮再利用吼，会当节能减碳，是台湾目前上大的绿能公园。绿能公园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老杨去台中去啊，行行。对啦。是。好，不要紧。中央。平分。对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上尾啊是有呀哦。是零甲石头。嘿，零甲石头。两个拢是定的物件嘛。是零嘛。零啊定的啊，石头嘛是定的。是零，我问你哦，这些对你有好无？当然嘛好。啊，你有感觉伊强无？当然嘛强。爱照讲啊。嘿，其实吼有这种姐姐较想呀。袂歹啦。我知影问迄落啊，问起哦，伊个性甲我聊聊讲，真正拢会听细汉。会照顾。石头，你结婚未？结婚啦，囡仔呢？哎，哦，你有囡仔？系啊。但是拢家己的吗？哎，拢家己的。我白讲的，拢家己的。不过石头看起来嘛是强哦。哎，强。没啦，做导演敢强。哎。有当时会强，有当时头脑就真迄落啊，真准。哦，拢你想代志，看代志，是。等下若知影就紧日甲冲去哦。啊，若唔知影不要紧，你就倒迄字甲贴入去就好啊。对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行去倒位佚佗？啊，请问咱等一个影片内底这个景点哦，是咱台湾屏东县的什么乡？哦，屏东县的什么乡2字哦。啊，回答的时阵，甲我规个迄个地点拢讲出来啊。系啊。屏东县什么乡？吼，来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哇，哦，水。哇，大海700哎。屏东哦。什么乡啊？哦，哎，来00。屏东县车城乡。哦，老师，屏东县车城乡对唔对？恭喜！哎，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了吼！恭喜哈！来，屏东的车城以前叫做茶城，啊，伫恒春的北边，所以你若要去恒春，还是你要去垦丁，拢会经过这哈。啊，当年的10月到过当年的2月。这个啥落山风足强的吼，足透的吼，啊真适合种啥苍头吼，爱种出来这苍头甜个脆吼，所以这茶城阁有啥物苍头的故乡的水名。哇，海足水的。哎，较想要爱放假家己去迄落啊佚佗者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好。即马咱看咱文琪。文琪这边9000，嘿，啊，咱这边当天嘛是9000，哦，白手啊，哦，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，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哦，有看到无？是8提示哦，来上的讲一8提示者。是，咱8个提示就是好野人、面、人子、食果子、花手、甲人抱、山，啊，佮有教堂。是，内面啊，其实拢是奖金。对。奖金上悬偌济？上悬15000。啊，上低？上少1000，啊，内底嘛有6、7千的、7、8千，啊，佮有1万、1、2的。哦，是。啊，而且哦，这有一届吼救人的机会啦。嘿，你若画救命哦。找队员。嘿，你就找队员，就通啊救人哦。一届尔哦。吼，啊，阮的规矩就是讲吼，因为哦。分数较少的人先来摇，不过即马两个拢平手啊，是不要紧。
咱即马牛妹妹来，好不好？无是，以前你是妹妹，即马伊是妹妹，我是姐姐，是。你已经是先辈啊！不，袂安尼讲，你几年出的？人还未30嘞。我18岁，我今年18。真的哦。哎呦，无啦，啊，你我面头前讲你会啦，多谢这些，多谢这些。好来，来，当天你先哦，来选一你要选倒一个？你认为倒一个可能有15000块？你看起来就是好野人啊！我无想要对关奖金开始。哦，啊，我来拣一个迄个啊，高等啊，高等。高嘿啊，等。我高等，顶顶高等。咱来看一下哦，高等的奖金有偌济？高等，如果你记得到，对我记得到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哦，好来，小伟，你讲我无爱选一个，我无爱为奖金来哟，我选高等的。好，不要紧，放心上。来，小伟，来，咱先出题。是。来，请问台湾历史建筑100景投票内底，头一名第一名是咱的天主教玫瑰堂，你敢知伊伫咧倒一个县市？好，来60秒时间。7秒。倒一个县市。 5、4，好。台南市。你台南有看到高等？有啊，我礼拜拢会去教堂。我是天主教的，啊，我就是礼拜，我天主教，我礼拜有当时有闲，即马大汉啊，较无时间啊，无啥。以前拢会去。台南市对唔对？台湾历史建筑投票第一名的天主教玫瑰堂是倒一个县市的咧？来，请问台湾历史建筑100景投票内底，头一名第一名是咱的天主教玫瑰堂，你敢知伊伫咧倒一个县市？好，来60秒时间。9秒。来。 7秒。倒一个县市。5、4，好。台南市。台南市。因为我是台南人，所以我就叫台南市。你台南有看到教堂？有啊，我礼拜拢会去教堂。我是天主教的，啊，我就是礼拜，我天主教，我礼拜有当时有闲，即马大汉啊，较无时间啊，就无啥。以前拢会去，是，所以你感觉是台南市？我感觉是台南市。家己的故乡。家己的故乡啦，无唔对。好，台南市对唔对？ 哎呦，啊，我会使插吗？袂使。哦，会使啦。我以为应该是家己啦。哦，你以为是家己？我感觉。好，来，我请老师右倒位哈。来，老师你右倒位。恁两个拢摇唔对。爱甲罗南差一丝丝啊，台南的。高雄。高雄，你看无？你一定要去拜访一个，我讲。叔叔啊，应该是高雄。就是因为你拢无去啦。是啊。好，来，老师你解释一下。这个玫瑰堂吼是伫高雄的林雅区哦，诶爱河边遐吼。伊是清朝的时阵1859年创立的，是即马咱台湾天主教会的发源地。啊，因为伊的建筑最有特色的，所以2001年的时阵，这文建会有办一个这台湾历史建筑100景的投票活动，啊，大家真看重伊，伊是第一名。好，换你哦。来。拣一个好野人啊！好野人啊！好，咱来看一下好野人的奖金有偌济？真正是好野人，真正好野，好野人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中雾峰林家是以前的蒙族，啊，因为日本时代吼，有樟脑也是茶米的专卖权，才好野起来的。是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哦，哇，我真的要坐钱。就有一个茶米也是樟脑啊。来，我集完钱，因为这你要坐钱，我袂使一个人输去。不一样。好，来，日本，咱队友，你感觉是啥物货？茶米应该是阿里山山顶敢有咧卖吧？哦，台中。所以
该是樟脑吧？酒脑好啦，因为酒脑好啦。酒肉，樟脑。我会感觉，我感觉，你感觉？樟脑，是好热哦。酒肉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樟脑。好，来，樟脑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你就万里哦！酒肉，好来，恭喜真正是尻川到扫帚白好野人啊！哈，好嘢啦。来，伫化学的樟脑还未发明进前，咱台湾的樟脑的产量是捌排伫世界第一坎的吼。啊，伫1884年清法战争的时阵，这武方临界子弟林雕栋，伊捌引带伊的家兵500几个人上北来对家人。支援这个清帝国来拍法国的军队，啊，因为有功劳嘛，所以战争结束了，劳兵团怎啊甲这个樟脑的专卖权，互啥？互武方的临界，因就是安尼好野开。当天继续，嘿，民家民金啦。当天你有书，感觉你就适合山的啊，冬天啊，山冷冷的，对啊，当山吗？我袂当听你，我听我对对，食龟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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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食龟子的奖金有偌济？哎，1000，袂歹，是，好来，上位咱请出题，真个是简单的。请问屏东出产真济乌珍珠，是咧讲什么款的果子咧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乌珍珠，哦，啊，我遐我袂记气你，吼。来是啥话？莲雾。好来，莲雾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得到1000块。好，来，若讲到莲雾，大家一定想到啥？屏东的乌珍珠哈，乌珍珠，因为伊大部分拢种伫较外海的这个屏东较外海的庄头啦哈，所以伊的甜度较悬，啊，食起来有特别的开口，啊，收水干呢乌豆红啊，乌豆红看起来就真好食款，所以真侪人拢会买这乌珍珠来做盘手。对，好来，换你啊，来盘手，好来，咱来看者盘手的奖金有偌济？70哦，袂歹哦。我是感觉盘手咧啦。好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种名产的发源地是花莲的凤林，是北皮的咸姜啊，还是牛舌饼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你应该知啦。什么北皮啦？因为我拄啊出外景因为我拄啊出华人的外景我有去做北皮咸姜啊！你看我就惊你对我讲，我有去做包皮。包的英文多，做有包为名啦。哦，都做完啦，我知。都有迄个小玲姐啦。对，所以我的答案是北皮。咸姜啊，好来，北皮咸姜啊，对唔对？花莲的凤林有3宝，是豆奶、土豆加北皮咸椒啊。啊，这北皮咸椒啊是金品酱园的头家陈秋金先生已经发出来。啊，因为因的头一间店就伫这个花莲的凤林，所以因的发源地就伫花莲的凤林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哇，这拄啊好，这拄啊好，这拄啊好哈。好来看当天你有这拄啊好。咖人煲，咖人煲，好，来，咖人煲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来啊！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线拍会当用来形容一个人是讲话练短，还是人缘真好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线拍，这人足线拍的。鸡丸。哦，来，鸡丸。好来，题真有效的哦。鸡丸。你都看三个面前啊，你都无看。强啊！你强啊！你刚刚有答案吗？我刚刚有答案呢。别惊呀！
就是敢若是讲话练凳，还是人缘真好。刷拍， 50%啦，今日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刷拍，来上。讲话练凳，跟我认证了。哦，讲话练凳。好，来讲话练凳，对唔对？对啊。一万个对啊，来分数。终于掉一万哦！哦，溜起来，溜起来。刷拍就是说话流利的样子，所以咱若要形容一个人讲话真练等，咱就会当讲哦，某咪人安那讲话真刷拍哦，刷跑，刷了来刷爬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精彩精彩。带高水吼，刷跑。好，来，茶杯青鸟，加油哦！来，刷啦，刷呀！好，来，咱来看刷的奖金偌济。哇，那拢这厉害呀！哇，来哦，上回咱请出题哦。来，请问台湾有足多旧地名，你敢知影朱罗山讲的是即马倒一个县市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朱罗山哦，恁是敌人哦。嘿哦，朱罗山是侏罗纪吗？公园。哎，时间差不多，嘿，对，紧嘞。来哦，倒一个县市，倒一个县市。嗨，我感觉唔免大声，我听有。我不听啦，我几个秒，互我迄个想一下，还是时间到啊？到啊，时间到，你看时间到啊！凊彩加一啦，凊彩啦。好，来，咱加一对唔对？今天唔对。台湾真侪旧地名拢甲啥原住民有关系。是，朱罗山这个旧地名是为平埔族的洪雅族来的。洪雅族伊有一个社，就叫做朱罗山社，就伫即马嘉义市这个所在哈。所以汉人来遮开垦，伊就用朱罗山来做嘉义的地名。清朝的时阵，才改做嘉义的两地名。当天。大家就听我要来人季节。人记哈，好，确定，真欢喜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人记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我听，袂歹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顽童 MJ116是少年人足介意的一个人子的团体。你敢知影116这个数字是代表顽童是对台北木沙，还是为台中北屯来的？好来，有10秒的时间。我会记应该是，是，今个57秒，我会记你应该是台北木渣。哦，木渣，对，是木沙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台北木沙对唔对？哎，恭喜！来，你着5000块咯。哦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来，这个原童 MJ116吼，这少年人足介意的人字团体，伊的 MJ 就是咱的木栅，台语咱讲木沙嘛，吼。迄个因为木沙是伫台北市的文山区，文山区的邮地区号、邮地区号啊，是116，所以伊迄个用这个名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伊是为台北的木沙来。哦，真特别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到你啊，喵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咪的奖金有偌济？好，3000。哎，嘛袂歹哦。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的咸水意面加迄个锅烧意面，倒一种面是煎过的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台南的啦哦。嘿啦，嘛吃过啦。对啦，来哦。一楼。知影就吃嘞，来，倒一落啦。应该是薏米吧？薏米。薏米，两个拢是薏米嘞。应该是咸水，锅烧的，不是盖的。你讲啥？你咧人子吗？是咧臭干辣椒？锅烧意面，因为伊面较粗啦，好，咸水会较油啦。较油我咧想讲，迄粗的会膨起来，煮一个就膨起来，可能是安尼啦。是，跳。是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那个锅烧意面。
鼎下烧的薏米，啊，鼎下烧的薏米，嘿，后来鼎下烧的薏米对唔对？恭喜吼，来这个咸水薏米加高烧薏米，吼，这两项伫台南拢足出名的。这咸水薏米啊啦，伊是有晒日头的，啊，毋过伊无煎过吼。啊，这个高烧薏米吼，伊是先伫这个碗形的这模啊吼，先放一寡这薏米落，啊，甲落去甲煎，啊煎了再甲底互变，对，底互变吼。啊，最后它正做咱看到咱半圆半圆安尼，无敢若碗公形迄个这种高烧薏米，所以是这种米有煎过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看一下分数。嘿，阮文琪这边呢？即马奖金4万。啊，那咱当体这边呢？袂歹，嘛有2万5。好，咱即马今日去1秒1000支。嘿，1秒1000支。大家动脑筋。即马奖金有4万呐。 4万的意思就是讲有几秒？40秒。 40秒，安尼就免送啊！啊，差不多啦哦。哎啦，应该40秒尔。不，搁上30秒。安尼70秒啊！哦，70秒，咱这个回合有3题。有3题。嘿，啊，你也看到，就紧的，就互你家己去想，真简单啦。好，后来我要出题哦。第一个提示是鸟鼠。鸟鼠。嘿。第二个提示不是，第二个提示是里奥纳多。嘿。啊，起来，讲落去啊！3个尔。啊，你头拄讲的，过来就是10万。皮卡丘。拢总有4万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走偌济咧？好来，这题有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提示是鸟鼠。鸟鼠。嘿。第二个提示不是，第二个提示是里奥纳多。嘿。啊，起来，讲落去啊！3个尔。啊，你头拄讲的，过来就是10万。皮卡丘。啊，是，这个。哦。对啊。啊，你我起啊。即马讲53秒，第二题嘛是3个字。加油哦！53秒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哎，第一个提示是 IIQ。哎呦。第二个提示是少年人介意的。少年人介意。第三个倒头栽。第四个伊有迄个铁机咯。哦。雨下赛车。哎呀，第二个讲刷车。哎，我胜利掉。好。因为我讲叫过山车。咱家是飞天的啦。咱台湾叫做飞天车啦。就是你们要帮我翻译。哎，保持甲袂歹哦。对啦。你今嘛看够44秒。加油！所以讲这4秒了。我咧替你紧张啦。好，来上尾要一题啊哦。2个字。好，来咱请开始。第一个是爱啉酒。爱啉酒。第二个提示是月牛。招月牛啉酒是啥？记得。第三是饮食。哎，正确，好。来，咱看咱时间停在倒位。即马够有33秒。 33秒，你俩真紧哈。他做像念的，他做。我弟妹。迄个发音就标准，搁念一遍。离别。别啦。各用人。是。这是不是跟你做旅行社有关系？因为去佚佗啊啥。可能会念着无共款的历史。因你甲看哦，爱啉酒。系啦。月牛。招月牛啉酒嘛。饮食。是咧，船顶嘛，边仔系对。嘿，啊时鲜。就是写最侪诗的东调嘛，吼。东调嘛。对啊。而且因两个即马搁有咧读册，因为明年要考迄个导游啦。哇，真好。好，来，咱的奖金是33000块。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颁奖。来，咱够金牌哦。是够金牌哦。我够棒哎！来，金牌来啦！金牌啊！起码金牌较值钱啦。是。好，今日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哦。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再见。
讲台语提爸爸。我哋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感谢。感谢，有空再过来，嘿嘿，谢谢，感谢，有空再过来佚佗。谢谢，感谢。感谢琪琪，感谢伊拉，感谢文玲，感谢玲玲，好厉害。